呢支咧係我出面喺街嗰度買嘅按摩槍咁啊，一般 size 啦。但係我老婆咧都嫌佢又粗又大，點用啊咁？好在原來 X Power 有支咁細嘅，仲要係龍珠添。今集嘅 X Power Gear Lab 咧就係介紹呢支啊 X Power 同龍珠聯成嘅迷你按摩槍啊，咁啊非常之好揸手啦，即係可以啊女仔啊或者小朋友咧都可以使用嘅，咁啊老婆可以自己用啦，小朋友咧就可以幫我按摩都得嘅。除咗佢輕巧之外咧，操作亦都非常簡單啦，一個掣就搞掂晒啦。後面呢一個開關掣，除咗可以開關之外咧，仲可以調校6段嘅力度啊！哇，開到最大力嘅時候咧，都真係好大力㗎。我建議咧開1度咧，其實都已經夠㗎啦。咁開關掣下面咧就仲有最方便大家充電嘅 Type C 充電位啦。咁你喺屋企充電又得，甚至攞個尿袋啊吉佢嚟充電咧都 OK 㗎。咁除咗顏色啊揀咗最搶眼嚇，即係阿悟空嗰件衫嘅橙色之外咧，圖案亦都揀過㗎。我最中意咧就係呢一個孫悟空出龜波氣功嘅畫面啊！呢個龜波氣功再加埋呢個波波頭，就好似有龜波氣功幫我按摩一樣啦。除咗有呢個波波頭之外咧，另外仲有3款啊，即係總共4款嘅插頭咧，俾大家啊唔同部位、唔同需要咁樣使用嘅。有咗呢支咁輕巧、咁好揸手嘅迷你按摩槍之後咧，你就可以同呢啲傳統嘅按摩槍講拜拜啦。呢件 X Power 產品都有1年保養，半年內有壞啊，仲1換1添。仲有購買任何 X Power 產品咧，即可喺產品表面啊做翻個個人刻名服務嘅，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啦，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啦。詳情可以向 X Power 客服查詢嘅。